曾經係亞視男一人選嘅藝人殷志強，其太太方心媛於社交平台發訃文證實丈夫逝世，終年59歲。有指殷志強喺上海打波之後心臟出問題，結果返魂乏術。亞視喺90年代曾經有力同 TVB 一拼，做過模特兒，外形高大嘅殷志強，論人氣絕不輸俾大台小生。殷志強曾經演出劇集《碧血青天楊家將》，被封為最靚仔展超，只係發展平平。佢近年更回歸幕前，客串過《鬼探》同 PTU 機動部隊。90年代末，殷志強同年長23年嘅名媛趙金興有過一段情，雖然地位、年齡同財富有明顯差距。殷志強好大方咁話：我拍拖有乜嘢問題呢？但承認曾經因此好唔開心，直言自己當時收入其實唔差。2003年，殷志強轉投 TVB， 但演出機會未如過往。2009年約滿之後，北上發展飲食事業卻唔順利。近年回流返港，不過亦都不時喺中山同上海居住。